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新北市的三峡，这礼拜也发生着严重的车祸，引发着事故的78岁驾驶目睭已经会当来避开，但是也是无法度来做笔录。讲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已经把行车的电脑拆转去调查，要来分析到肇事车伫个事故发生的当下，这个时速、打油门、甲打档的状况，要来厘清事故的原因。这不是违纪。运安会人员针对引起事故的车斟酌采证，未放开任何线索。78岁姓余阿伯19号迄天，就是驶这台轿车冲浪，造成3个人死去，12个人受伤悲剧。运安会嘛拆掉车顶的行车电脑，炸灯去调查，要了解发生事故的原因。他可以去判断他当时的供油的状况跟这个刹车的状况，那从此来去判断说到底是不是人为的或者是机械的问题。行车电脑就亲像汽车乌鸭仔，会当记录到事故发生前的相关数据。不过考虑到车驶久可能害去，数据会当找到偌济，唔知影。若洗车姓余阿伯，到即阵也无法度做笔录。姓余阿伯目睭沙微，也未完全清醒，无法度做笔录。该会当事透明轮班，三峡警察队长透早嘛来到现场慰劳，嘛含主治医师了解姓余阿伯今嘛人安怎。这个渔民的目前状况到底适不适合做笔录？那我们会尽快针对说相关要厘清的事实赶快来了解一下全部的真相。因为行车记录器部分的内容毁损，警察沿路调监视器要来看阿伯也驶车的行车路线。运安会嘛透过行车电脑要来分析比对事发当时车辆的状况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